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今年第4号风台丹那斯，目前发布海上警报，范围包括东沙岛海面、台湾海峡甲巴士海峡。这暗时风台向北角来速度会变紧，上紧下暗到半暝就会发布陆上警报。咱来听气象署最新的说明。 气象署持续发布西北太平洋上第4号台风轻度台风丹纳斯的海上台风警报。如果未来台风的强度发展以及它的移动方向和速度如气象署所预估的话，我们将在今天深夜前后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未来它会先以今天下半天比较慢的速度，然后到明天稍微加快一点的速度，往台湾海峡的方向移动。现在我们持续发布的海上警报区域 还是跟之前依旧是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那明天星期天，台风正在影响我们。星期天到星期一的上半天是它最接近我们的时候，而随着台风逐渐靠近，这些强阵风区越来越扩大，一直到明天下半天到星期一的上半天，台湾附近海面都有这么强的风。就以今天清晨到目前的观测， 台南、高雄沿海已经有观测到7级的强阵风，气象署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的灯号预警。